后来继续来看台61线公路西滨通霄日落大道，是拍摄到夕阳热门的景点。随着这个日头落山的位置愈来愈接近道路甲海平面的地中点，所以最近来真侪人等要来翕相。有人甚至提早3点钟就来号位，因为这个夕阳沉落海的时间只有2分多钟，大家拢把握机会要来翕到上水的瞬间。讲若错过这届，要等到明年的5月。会真远的所在看，红家色水日头渐渐冲入海水，日头光线照伫了海边含青翠地片，海天一色的美景，是水甲互民众拢会专工从来通宵西滨大道遮看水景。啊，若伫咧7月底，日头落山会来到道路含海边边的正中心，这个时阵就当翕到日头落山上水画片。啊，观景台嘛早就请我真侪民众来遮翕相。太阳刚好从路的正中央下来的画面。哦，最主要是要长焦啊，然后才能把那个路的景深拉出来，才有压缩感。要翕到真水夕阳相片，要等到天顶无昏红，加上日头要入海时间，敢若2分多钟。啊，临夜民众在把握机会，专业器具是传甲真焦全，甚至有人提早3点钟来遮占会。2点就来了，夕阳刚好沉入大海那一刹那的美景，应该是要用小光圈然后减光镜。3点多从哪里来？桃园下来。临夜民众嘛用 App 来估算最佳翕相时间，若是错过这边机会，就要等到明年5月底，才能看到这个水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